有冇發現有啲女仔唔使扮靚扮叻都特別吸引？其實佢哋贏咗喺三觀好正。最近真心覺得三觀正嘅女仔真係特別討人喜歡。以下呢幾點頂級嘅心態，全部都值得學習。第一，無論邊個離開都唔會停低自己嘅人生，就好似巴士司機咁，就算冇乘客，佢都會照樣開到去終點，唔會因為邊個落咗車就放棄自己嘅步伐。第二，撐住你嘅從來唔係任何人，真正靠得住嘅係你自己嘅知識、穩定嘅經濟、情緒，以及一個唔容易俾人打低嘅自己。第三，真心對你好嘅人，唔使你扮靚扮乖，趷起腳尖去討好，永遠都係唔舒服。真正愛你嘅人係會主動走埋嚟。第四，我就係我，你點睇都唔重要，唔需要為咗迎合人哋而迷失自己。第五，唔中意嘅嘢可以唔接觸，但係要尊重人哋，唔好貶低人，呢啲先至係基本嘅修養。第六，討好唔中意你嘅人，不如珍惜真心對你嘅人，時間留翻俾珍惜你嘅人，先至係最好嘅選擇。你最中意邊條三觀？你有冇邊句特別中意嘅？留言同我講下你想點樣改變自己，分享呢條片俾你朋友，一齊逆風翻盤啦！關注迪安，一齊身心健康生活。